台湾话蟹黄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金哥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蟹黄，清泻体内的卵巢和消化腺，色黄，可食，味道鲜美。用例9月金哥北来康康。农历9月的时候，清泻腹中的蟹黄空空的。俗语形容腹似甚窘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